高雄有一对翁仔某专门咧做花的批发，为着要让学生囡仔对花有趣味，特别来测绘到这个花卉幸福这个校园巡回列车的活动。即天是来到台中后里的育英国小，教囡仔来插花，让囡仔会当感受到花的艺术。2只手指头比一下。 我们就是要从这里剪掉。讲师详细来教插花技巧，这是发现幸福校园巡回列车。即天来到台中市后里区的育英国小，这是来自高雄的花蕊业者范水丽和叶春菊翁仔某做伙来教囡仔学插花。好玩，因为我们家就是种花的，过程很好玩，因为可以学插花和各种的知识。 因翁仔某5年来家己出钱推动校园巡回活动，来推广国内花蕊，嘛邀请各地花农和志工做伙来参加。花线幸福列车，我们主要宗旨是以花分享下一代，让小朋友能更了解后里的在地的一些花卉。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活动，让小朋友体验到花的美，以及我们花原乡的不平凡。 看到家己完成的作品，学生拢真有成就感。翁仔某嘛希望透过活动的推动，会使让囡仔更加熟悉在地的花艺产业。